大家好，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嘅潘永啊。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會同大家探討一個即將迎來爆發性增長嘅賽道——泰國環保設備行業。泰國政府目前將 BCG Bio Circular Green 嘅經濟模式列為國家級戰略核心，預計將會喺2050年達成碳中和。呢個嘅政策轉向將會直接催生一個過千億嘅綠色設備同埋工程市場啊！點解全球 Smart Money 而家全方位鎖定泰國嘅環保市場？背後有兩大邏輯。第一，高價值產業轉移嘅硬指標。大家知道 EV 電動車同埋 PCB 電路板產業鏈正瘋狂湧入泰國。呢啲行業對工業廢水、廢氣處理要求極高，泰國環保法規把關極嚴。如果工廠冇合格嘅廢水處理同埋減排設備，幾十億嘅廠房隨時面臨停工。第二，國際市場碳關稅壓力，泰國係東南亞出口大國，隨住歐盟實施 CBAM 等碳邊境法規，泰國嘅電子、金屬、化工廠要將產品賣出境外，就必須符合國際低碳標準。因此，工廠對高階嘅節能設備、儲能技術、碳盤查系統同污水處理設備嘅需求係幾何級數上升，環保已經變成工廠做生意嘅基本門檻。睇到呢度，好多擁有高端技術嘅環保設備商 ESCO 能源技術服務公司想出海泰國，就要打醒12分精神。好多公司為咗貪一時嘅方便，揾泰國人做非法代持，結果係你嘅核心除污專利、客戶資源甚至公司嘅控制權，隨時面臨巨大嘅法律風險，絕對得不償失。要合法食盡呢一波 BCG 嘅綠色紅利，你需要一個最強嘅合規框架。透過我哋對路泰國 Good Channel Thai，利用 IAT 自由貿易區嘅政策，你可以合法開立100%全外資控股嘅環保科技公司，亦可以善用自貿區智慧辦公室方案嘅優勢，免關稅進口海外嘅高價零部件。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嘅話，歡迎私信我哋嘅微信公眾號 Good Channel 對路，聯絡我哋嘅商業顧問，了解更多。